师慈悲显道义主公，坤道义主公，点传师好，点传师好。各位先生大家好，请坐。感谢点传师慈悲。副前人、各位点传师、各位点任各位副点任、各位组长以及各位贤姐，线上各位贤贤大德大家午安。点传师午安。时间过得也挺快，那我们今天的体会班呢也即将结束。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讲师呢慈悲将这一个主题是否愿意与师同行讲得呢非常的透彻。那当然里面也跟我们谈到与师同行的条件与师同行的条件。那在这当中呢里面无非就是内外双修如何能够代天宣化，替天行道，唯有用我们的执行力能够参办于我们的道场爱参与这个道场因为伫道具要推行的当中，靠的就是咱大家有志一同万众一心，安尼来咧送的应该不是空口说白话感谢天恩师德不是口头禅，而是能够以师的意能够去执行，让你的身行力行那这样的话呢真的能够让我们的同修大德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道务呢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同修共办呢也越来越多那唯有就是能够团结一心，那大家呢要有这一种的愿力，将我们的愿力呢能够把它实践但是在外在来讲呢，当然就是要力行那都参办在道场，不论是在推动道路，以及让我们学习的机会就像我们开班的时候或是说道场呢有活动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要相互鼓励的我们的贤贤大德有的时候呢，真的他们也不知道我们道场呢的课程以及活动，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知会到他们，所以他们也会不知道参与虽然能够以3C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发布，但是有的人呢因为在族群上呢有很多浅显都会拖一些资料，将我们所要布达的事情呢把它覆盖所以说呢该用联络的呢也需要用联络，那最主要呢能够让更多的浅显大德能够多接触到这一个道场，来到道场能够受到佛光的普照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一个心愿呢就会越来越流露那再来，当然不是说我能够参办不是我能够参办我有在当人才当讲师，我有在度人有在推动，但是在内容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叫做内外双修，不会双修那这个都是与师同行不可缺少的一环。
如果说我修得很好，但是你帮办，老师的道又如何能够推广于万国九州？当然就不可能。所以说呢，有外王也要有内修，因为我们要成就一个活菩萨呢，当然也要有你本来所具足的内容。那为什么要修？因为我们来到人世间久了，难免沾染到一些红尘污垢。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借着听道理，然后以道理来反观回来，关照自己，察觉自己，然后修持自己。因为你得到讲师慈悲所讲的道理之后，你往自己的心性去关照到自己的脾气毛病是在哪个地方，然后你要针对这一些来做调整改变，要不然一入不修，一入空；一入有修，一入空。所以说呢，我们能够内外双修，一方面打帮助到道路佛展，一方面我们的心性在内在的精神良知又聪明。那你看，在这双管齐下，你看我们所得到的第一是谁？当然是自己呀。所以说成全别人是成全自己。我们参办的过程当中呢，成就的第一也是自己。那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能够得到，又能够来修办道。是空前绝后的机会。那我们能够把持得到，你看我们日日都可以建功立德。我们师父讲，我们一天如果用2个小时去办道，师父保证我们能够成道。那当然2个小时不是都是在道场，而是说有的时候道场当然没有班会，没有事务，那我们在家用3C，能够去跟我们的同修大德来做鼓励，那个都是算1天2个小时在内的。所以说呢，我们师母就跟我们做一个鼓励，也给我们一个保证，只要大家能够1天用2个小时参办在道场，鼓励同修大德其实都能够成就的。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点到11点，或许也不再拖大家的时间。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简讲师呢慈悲将我们今天的主题能够剖析的淋漓尽致。那当然后来的就是我们要把它用在自己的身上，要不然呢就辜负他今天的这一种用心的。所以或许呢在这里感谢简讲师，也期待我们同修大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实践在我们的自身。或许最后祝大家除了健康还是健康平安感恩。大众请起立。感谢点传师慈悲显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好，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感谢点传师。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一起来闭班。心意一合，7月份爱想启慧班线上课程班元成，上午及劳木行3鞠躬礼，显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
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一鞠躬，感谢讲师慈悲一鞠躬。道恭，坤道恭。那我们一起来持架，一起持架上五级老母行三鞠躬立，前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前人一鞠躬，送架父前人一鞠躬，送架点传师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前人一鞠躬，送架父前人一鞠躬，送架点传师一鞠躬。感恩啊！大家午安，感恩。